北韓話今明開戰，專家話4月15號最關鍵。B-52、B-2轟炸機，仲有 F-22隱形戰機，美軍接連派出王牌武器，參與美韓聯合軍演。北韓領袖金正恩終於受唔住刺激，尋日凌晨突然透過官方朝中社譴責美國近日大 show 軍力，係製造緊張嘅局勢，聲稱北韓會發動核武攻擊，向美國還以顏色。又強調問題並非打唔打仗，而係即刻打定係聽日打，仲話作戰計劃已經獲得最終嘅批准。據南韓官方消息，美韓兩國都偵測到北韓用火車將疑似導彈送到去東岸。分析話就係射程達到4000公里，足以覆蓋南韓、日本同關島嘅無水端中程導彈。而北韓亦都早喺星期二宣布重開寧邊核反應堆，一旦恢復運作，1年內可以生產6公斤嘅鈈元素，製造核武。雖然目前仍然未知道北韓打算發射嘅導彈究竟有冇裝上彈頭，但係美國都唔敢怠慢，宣布未來幾個星期喺駐有6000美軍嘅關島戰區部署戰區高空導彈防衛系統，即係 THAAD， 比原定計劃提早咗2年。國防部長哈格爾亦都直言，擁有核能力嘅北韓對美國構成真實而明顯嘅威脅。華爾街日報尋日踢爆，北韓自舊年年底發射火箭之後，華府已經諗好劇本，打算用軍力嚇翻北韓轉頭。點知初判形勢，估唔到金正恩性格飄忽，擔心會隨時擦槍走火，所以近日暫時叫停劇本降溫。而有英國嘅北韓專家就話，北韓之所以惡過之前，係因為經過3次核試之後，核武計劃的確有進展，但係相信佢哋現時嘅核武根本未能夠縮細裝上導彈頭，而導彈亦都未能夠準確擊中美國。估計金正恩聲稱嘅核襲擊其實只係做下樣，目的就係同老豆金正日一樣，製造一輪打仗恐慌之後，直接同美國講數兼攞援助，順勢凝聚埋國內嘅支持。不過佢話金正恩年紀輕欠經驗，太想證實自己，成為國內外嘅焦點，爆發衝突嘅機會仍然較以往高。而關鍵日子就係喺4月15號，今日成領袖當日。究竟到時北韓會唔會試射無水端導彈呢？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啦。